各位同學，呢條係 LCM 嗰啲問題嚟3嚿，咁要 factorize 咗佢先㗎。呢個第一個可以 factorize P 減 2Q，P 加 2Q。第二嚿就 factorize 做 P 減 2Q，P 二次加 2PQ， 再加 4Q 嘅二次。第三嚿就可以 P 加 2Q。P 減 2Q， 唔係二次，呢個二次喺呢度。咁個 LCM 呢，就攞到盡嘅啫。P 減 2Q 就一個，P 加 2Q 就兩次，跟住再乘個 P 二次加 2PQ 再加 4Q 嘅二次。咁睇下邊個答案係就得㗎啦。佢將呢個寫埋黐線嘅，咁就玩嘢。即係個答案係 D 嚟嘅。唔係 D， 睇下先。唔係啊，個答案係 C 啊。佢將呢兩嚿嘢乘埋咗，咁所以答案係 C 啊。第32係啦，32係 C。哇頂，即係好屈機咯，即係差啲睇錯咗。好，咁我哋睇下一條啦。